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，我们常住法师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江苏省西州有位信徒叫做李刚，他也响应我们道场用1000万人念佛祈愿单来回向世界和平的这一件事情。他的母亲已经信佛好多年，身体患了疾病，仍然一直不停的念佛。他就听说一位师姐告诉他，有广兴法师啊，在提倡发愿念佛3万声，就一张念佛卡。可以超度冤亲债主，也可以求世界和平。这个卡要寄往台湾正国寺，放在佛陀舍利塔的下面。他的母亲听完以后非常欢喜呀，就开始诵念呢，一直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一直念。我是2004年开始提倡，到2010年，全世界总共寄回来有1000万张，也就是1000万人了。我们都摆在舍利塔释迦佛陀宝座下面。2008年12月14号，他母亲呢发愿要诵念3张念佛单，总共9万声的佛号，已经要圆满的时候，预备第2天邮寄到台湾，发生了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，令他们全家深深的相信念佛救度的神力。当天晚上7点左右，他的表弟来看望他的母亲。那么这位居士跟他的太太作陪，正在闲聊的时候啊，他的太太忽然感觉痛苦万分了，难受到极点，呼吸也开始不对劲儿。母亲就上前去询问，媳妇突然间变了音调，紧紧拉住他母亲的手，不停地求母亲要救他，要救他。他用很微弱急切的声音就说：“你救我啊！我不想再受了，我真的不想再受了，太苦了，太苦了。”这时候，母亲跟他的表弟啊，从他的言谈动作当中，就猜想到是30多年前无毒自杀的表弟的事神。母亲就劝说，让别人日后到寺院去救他，但是对方立即紧紧拉住母亲的手，就说了：“你救我啊，请你无论如何要救我啊，我没有机会了，你一定要救我啊，我不想再去受了，那个太苦了。”母亲就问如何救他呢？怎么去救他？他就说：“你念的那一张卡呀，给我念1张，你就能救我了，我已经没有机会了，你无论如何要救我啊。”母亲答应以后，他的太太睁开眼说，他看到了一个背影啊，身上血肉模糊，又没有皮啊，带着铁镣，带着铁铐，被2名鬼差拉走了。我们不由得齐声感叹了：佛说自杀的罪过，这是真是不惜的。阳间造业，阴间地狱受刑，是真是不虚的。同时，我们赞叹阿弥陀佛的光明神力，可以救度阴间人，也是真是不虚。佛力不可思议啊！佛成就之后的名号，要救度我们一切苦海众生。今天我们能够有殊胜的因缘，听到这个名号，这个名号就是阿弥陀佛自己本人呐。名号是阿弥陀佛功德的化身呐。只要你念到佛号，佛发愿绝对要救度念佛的众生。今天我们在台湾发动1000万张的祈愿单，在2010年的10月1号、2号、3号隆重举办典藏典礼，把这1000万张全部送到我们世界和平塔里面，就供奉在释迦牟尼佛的宝座下面，把这个殊胜的功德，众人那种慈悲愿力的功德，全部回向给全世界，希望灾难不起，祸患不生，人民都可以安乐，天下可以太平。我们是为了这个目标全力以赴的，不遗余力的努力的，希望能够完成这个使命。今天我们2010年完成了，想不到太神奇了。当天我们有3000多位的出家僧众，还有将近1万多人的在家菩萨，我们一起举办诵念佛单典藏的活动。当天，阿弥陀佛亲自在我们塔上，在虚空中穿着红色的袈裟出现了。他知道我们的心是真心诚意的，
毫不虚伪的。我们不会隐藏，也不会去躲藏，我们只有一心为了众生，希望所有的法界众生都能平安吉祥，无灾无难。我们为了这个事情在努力，让佛看到了，所有龙天护啊都感受到了，我们做得很有意义，所以感召阿弥陀佛亲自来到我们世界和平塔的虚空中来眷顾的大家，来探望的大家。那一天呢，我们哭到稀里哗啦的，眼泪都止不住。大白天，佛陀亲自示现给你看，我们深受感动。佛的慈悲愿力啊，真是难以想象，不可思议。我们很感恩阿弥陀佛。但是由这个公案呢，我们可以体会到，人不要轻易的断送自己的生命。有任何困难，我们都要想办法去克服，而不要自寻短路。到最后，你在阴间地府会受苦无穷。那种苦呢，不是只有三言两语就可以结束了，没有办法去形容的，很苦，很苦，很苦的。所以我们要谨慎，希望大家要爱惜自己的生命，好好的念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